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应该是从就是第67页的第二段，就是无分别知的性相呢开始讲述的。那无分别知的性相呢，就讲到说以离直生义康为混合之单着之的了知。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直生义康为混合之的单着之呢，那这个呢是分别的性相。所以呢，无分别知呢，它就是去除了，就是离开直生义康为混合之的单着之，就是它不是分别的这种了知。那这个呢，就是无分别知的性相。那在讲述就是直生义康为混合之的单着之呢，它是分别的一个性相。那后面呢，就加上说了知这两个字呢，原因是因为说表示说无分别知呢，它的体性呢，它要是属于了知。因为呢，有人会怀疑说，那无分别呢，它到底体性呢是属于就是聚摄呢，还是说非聚摄？那非聚摄里面呢，它到底是属于补特伽罗呢，还是属于什么？所以这边呢就很明确的呢指出说，只要是无分别知的话呢，那它的体性呢一定要是属于了知。那在了知里面呢，它在去入于境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它是不需要依靠着意共相还有身共相呢，就能够去入于境的这一种呢，就是这里所谓的无分别知。那在这边呢，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说以离，以离这两个字呢，就提到说离开直生义康为混合之的单着之。那这边以离的意思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在讲述说以离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断除的意思。就比如说呢，我们讲到说以离所断。那以离所断的意思呢，就比如说，佛圣者心绪中呢，他已经离开了就是二障。那离开二障的意思呢，佛圣者心绪中呢，已离二障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心绪之中呢，已经断除了二障，是断除的意思，就是断除所断，或是没有所断的意思。那或者是说呢，以佛圣者来说呢，他的心绪呢，就是以离分别。那佛圣者心绪中以离分别的意思呢，是他的心绪之中呢是没有分别的意思。那他以离分别，以离错乱，就是佛圣者心绪中呢没有所谓的分别之，也没有错乱之。那或者是说呢，我们在讲述说，像是佛圣者呢，他的心绪里面呢，就是没有二障，就是因为他二障以及其习气呢完全断除的缘故，所以讲到说佛圣者呢，他是以离了二障及其习气。所以在这边以离的意思呢，在上述所讲的这些以离的意思呢，是断除的意思。或者说呢，我们像说我们在讲述阿罗汉的时候呢，阿罗汉呢他已经离开了烦恼，或者说他远离了烦恼。那这边远离或是离开烦恼的意思呢，就是他已经断除了烦恼，他心绪之中没有烦恼的意思。或者说呢，阿罗汉他已经脱离了轮回，他远离了轮回。那脱离或是远离轮回的意思呢，就是断除的意思，他心绪中已经断除，已经远离，没有，他心绪中不具备轮回的缘故。所以呢，是这边的以离。那这边所讲到的以离呢，像是我们讲到说远离了烦恼，远离了轮回的这种呢，那就是我们在中理路的时候呢，会讲到说果呢，从生权之门呢，又可以分为像是真上果、等流果、适用果、异熟果，还有离系果。那在里面呢，这个就是属于离系果。或者说呢，我们在讲述四谛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属于苦集灭道里面的灭谛。所以呢，这种断除烦恼或是断除轮回的这种果呢，就是讲的离系果或是灭谛。那所以这边在讲述到这些果报的时候呢，他讲到离系或是远离，只要离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断除或是没有。但是呢，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在无分别知的性相里面讲到的这个以离呢，并不是断除了直生义康为混合之单着之的了知，并不是断除的意思。这边的以离呢，完全呢就是不是的意思。跟上述我们在讲说断除烦恼、远离烦恼这个，虽然呢都是用离这个字，但是呢它所代表的含义呢是不同的。那刚刚有讲到，就是以佛世尊来说的话呢，佛世尊他熏视之中，他心绪之中呢，已经远离了
分别知。那以佛圣者来说呢，他的远离呢，我们可以是理解说是没有，因为佛心绪之中，他已经断除了所谓的分别，他没有任何的分别知，他一切呢都是现前知。但是除了佛圣者之外呢，我们通常在理解到无分别知里面所讲述到以离呢，完全的意思，所指的意思呢，就是指不是的意思，它就是不是分别知的这种呢，称之为是无分别知。那所以呢，就像是我们世间呢在讲述说，就是这两个人分离，这两个人分开，这两个人离开分离，他们的关系就是已经分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呢，他变得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在讲说，就是断除所断，就是和所断分离的意思呢，就是心绪之中呢，就是和所断呢已经没有关系，就是你已经把所断断除缘故，所以你和所断呢已经没有关联的缘故，所以是用到分离，或是一般的呢，我们在讲述说像是离的时候呢，就世间在讲述离的时候呢，也有远离的意思，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或是距离呢越来越远，就是把彼此放得越来越远的这种意涵在。所以呢，它放在就是关于我们在讲述所断的时候呢，是讲到以离所断这种时候呢，就只是说它已经断除或是没有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就是纯粹呢这边的以离，它的意思就是指到说不是的意思。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无论是分别的性相，或是无分别知的性相呢，在最后面呢都提到了了知。那了知呢是代表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分别的性相呢，它实调是讲到说单着知。那其实呢，单着知的意思呢，它就是对于说自净单着的了知，就是对于自净单着的了知呢，然后把它简称叫做单着知。那所以呢，它这个对于自净单着的了知里面呢，它同样呢也是提到了了知这两个字。所以说，无论是无分别知也好，或是分别知也好呢，它的体性呢就是明且了知，就是有明了的这个特性。为什么它具备明了的这个特性呢？就是从明了的这个特性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无论是无分别知也好，或是分别知也好呢，它们呢是具色和非具色里面的呢非具色。那在非具色里面呢，它也不是像非具色里面的补特伽罗，也不是所谓的不相应刑法，它就是非具色里面呢具备明且了知这个特性的这个了知。所以呢，讲到了说二者的体性呢，都是属于了知的体性。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从他们对于进去路的方式，从去路进的方式呢来做分别知和无分别知两者的差别。就是我们以分别知来说呢，分别知它去路进的方式是怎样呢？就是提到说，它要么就是依靠着身共相，要么就是依靠着异共相，或者说呢，只身共相和异共相呢，就是康为混合的这一种呢。去路于境的这种是属于分别知的作用，它去路境的方式，这种它是属于分别知去路于境的方式。那对于无分别知来说的话呢，它就是去路境的时候呢，它是完全不需要观待，或是完全不需要依靠身共相跟异共相呢，它就能够去路于境的这种了知呢，是属于无分别知。所以在二者的体性呢，我们从二者的性相里面呢，从第一个呢，就是从了知这一点呢，看出二者的体性都是属于明且了知的这个特性。那差别呢，就是从他们的性相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差别呢，就是对于他们去路于境的方式呢，而区分出分别知和无分别知的差异。我们在讲述像是根知的时候呢，会提到说根知呢，它一定要是属于无分别知，它呢不可能呢会是分别知。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在适量论里面呢，还有提到说，如果我们承许呢根知它是分别知的话呢，那这一切呢都是和理路呢是完全相违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就是汪歇呢，根知呢，它是无分别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它是不需要观待着就是身共相还有异共相，它就能够去路于境，显现于境。就是呢，如果说根知它是跟分别一样，是要透由就是身共相或是异共相呢，才能够去路于境的话呢，那就会有很大的过患。会有什么样的过患呢？就是以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根知的特性呢，它就是一定要接触到境，它要接触到境之后呢，它才可以去了知境或是显现境。比如说呢，
在我的眼睛和如果我的眼前呢有一个墙壁的话呢，因为有这个墙壁作为障碍的缘故，所以我的眼睛呢就没有办法看到墙壁后面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如果说我的眼知呢，它如果不是无分别知，它如果跟分别知一样呢，就是透由就是异共相呢，透由异共相呢就可以去入境的话，那照理说呢，这一堵墙呢，它并没有办法障碍说我的眼睛看到后面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述我们心绪里面的分别知来说好了，就是当我现在现起了就是我想念的某个朋友，或者说呢很遥远地方的亲人，或者说呢以前的同伴，或者说呢祖父母等等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透由分别知呢想他们的时候呢，那你想他的时候呢，透由异共相去入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不受限于任何的障碍，无论说前面有墙壁或是没墙壁也好，或者说时间或是空间，就是地域等等，它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呢可以阻碍你呢，然后现起就是这些人的这个影像，现起这些形象，它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眼知呢，它如果跟分别知一样是直身异康为混合的单着知的话呢，那照理说前面就算有墙壁呢，它也没有办法阻挡我们看到墙壁后面的东西，因为它是透由异共相呢去了知的。所以呢，根知呢，它不是分别知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它有它的特性，就是它一定要接触到境，它唯有呢接触境之后呢，它才能够显现出境的形象的缘故呢，所以它是会被阻断的。它并不像分别知，因为分别知呢，它透由异共相呢，它是不会被任何东西所阻断。你只要现起这个形象的时候呢，你自然呢就可以趋入于这个境。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为什么呢？凡是根知的话呢，它一定是无分别知，因为呢，它是不可能透由异共相然后去趋入于境，所以呢，它是会被阻断，它是会被阻隔的，所以它一定要直接接触到境，才能够现出这个境的形象。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讲到说分别知和无分别知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在讲述说直身异康为混合知，还有说呢以离直身异康为混合知，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二者的特性呢，就是它在趋入于境的时候的差别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下一段，就是下一行就是比与成立趋入之二者同义，就是在67页的第二段的第二行，就是提到说呢，无分别知呢，它是与成立趋入之二者同义。那这里呢，就讲到说，成立趋入之还有遮遣趋入之。那成立趋入之跟遮遣趋入之一样呢，它也是对于说，就是这两者呢，对于在趋入境的时候呢，差别于在什么地方？那就讲到说，无分别知呢，它是跟成立趋入之呢，二者呢是同义的。那所谓的成立趋入之呢，就是讲到说，它在趋入于境的方式呢，它就是能够同时呢，趋入平直的一切特性。那这种趋入的方式呢，就是这边所讲的成立趋入之。那我们之前在讲社类学的时候呢，就是有提到说，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质一。那讲到说观待境同质一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就比如说以无分别知来说好了，无分别知呢，它在趋入于平直的时候呢，它对于和平直是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质一的，像是平直的无常、平直的所作，这一种呢，都是和平直是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质一。所以它是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呢，就表示他们是观待境呢同质一。那观待境是同质一的时候呢，就表示凡是能够显现平直的现前呢，它必定能够显现平直无常，它必定能够显现平直的无常，因为他们二者呢是观待境同质一的缘故，所以只要一者为境的时候呢，另一者必为它的境。所以透由这种方式呢，就比方说它在趋入平直的时候呢，对于平直的一切特性呢，它都能够同时的趋入。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成立趋入之。那在讲到说遮遣趋入之的时候呢，它就是除了趋入平直之外呢，那平直的一切的特性呢，它皆没有办法趋入，就是遮止了平直的
一切的特性，它唯独去入于瓶子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这是遮潜去入之。那这种去入的方式呢，也就是分别之去入的方式。就以我们说直瓶的分别之来说好了，直瓶的分别之呢，它去入了瓶子，但是它有办法去入，就是和瓶子是关带实境自性成住同之一的，像是瓶子的无常、瓶子的所作等等嘛，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连瓶子的无常、瓶子的所作等等呢，它都没有办法显现的缘故。所以呢，在讲述到说是成立去入之还有遮显去入之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说二者呢去入于境差别的方式。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讲述到说，就是在讲述成立去入之还有遮显去入之的时候呢，是从它去入于境的方式呢，然后来做区别。就是以直瓶的分别之来说的话呢，它是遮显去入之。为什么是属于遮显去入之呢？它就是对于说和瓶子呢是关带实境自性成住同之一的这些法类呢，它是完全遮止之后不去入之后呢，唯独去入于瓶子的缘故，所以它是遮显去入之。那成立去入之呢，就是凡是和瓶子呢，像是以直瓶眼之来说，它对于和瓶子是关带实境自性成住同之一的这些法类呢，它在去入的时候呢，也是完全的会做去入，是没有任何的遮止的缘故，所以是属于成立去入之。那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呢，接下来内文就讲到说，事项呢安立为现前还有显而未定这两者。那在讲述现前的时候呢，就是现前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到理解，因为我们知道说，凡是现前呢，它必定是属于无分别之，所以它一定是以离直生义康为混合之单着之的了之，所以它一定呢是属于成立去入之。那对于显而未定之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述显而未定呢，就是从字面上去解释的时候，在讲述说显这个字的时候呢，显而未定的显字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它是自境清晰显现。自境清晰显现呢，然后什么是未定呢？自境能够清晰显现，但是不能引申决定的缘故，所以叫做显，但是它没有办法决定，所以叫做显而未定。所以它既然是这边讲述的，就是讲到的说，它对于自境呢能够清晰显现，跟我们一般呢在讲述说，就是我们显现形象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显现形象。能够显示出形象或是显现形象的时候呢，就是要有正的。但是这边显而未定的显字的时候，它讲的是对于说自境能够清晰的显现。那既然讲到说它能够对于自境清晰显现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很明显呢，它是不需要依靠着义共相。因为呢，我们之前就讲到说，你只要依靠着义共相或是身共相的时候呢，你必定对于自境呢是无法清晰显现的。但是显而未定之呢，他竟然讲到说这个显字，就比方说他光在字义上面就已经表示说他对自境呢是能够清晰显现。那凡是对于自境能够清晰显现的这一种呢，它呢一定是属于就是无分别之，就是它一定是不需要依靠着身共相或是义共相，所以它一定呢是属于无分别之。那同样呢，它一定是属于成立去入之。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成立去入之，还有像是遮潜去入之的时候呢，还在讲是去入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在讲述说像是福顺义的这种了知，因为凡是福顺义的这种了知呢，它在去入的时候呢，是要有正德的意思在里面，或者说能够决定的这种意思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说呢，像以成立去入之来说，好了，就是以直凭眼之来说，虽然说它对于它是成立去入之，所以直凭眼之呢，它在去入于瓶子的时候呢，它也同样去入了就是瓶子的无常。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直凭的眼之呢，它去入了瓶子的无常的缘故，所以它证得了瓶子的无常。因为呢，根知它是不可能去证得瓶子的无常的，就是以凡夫来说，或者说呢，能够透由根知呢去证得瓶子的无常的呢，就是除了佛圣者之外呢，其他的有情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这边在讲述去入的时候呢，完全是讲述说它能够显现境之外，它显现境的方式之外呢，并不是讲到说
我们在讲述福训这种了知，就是说你在去入什么时候呢，你要正得的这一种意思，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会说就是直平的眼知呢，它能够去入于平直的无常，那就变成说它正得平直的无常，但是凡夫是不可能正得平直无常的。所以这边去入的意思呢，就是大家不要把后面我们在讲述去入于什么的时候是正得的这种意思呢，就是搞混在一起。这边所谓的去入呢，就是纯粹讲到说就是显现的意思。那所以呢，讲到说无分别知呢，它和成立去入知呢，二者是同义的。那事项里面呢，就像是现前还有写呢未定这两者呢，它一定呢是属于成立去入知，因为呢它一定是无分别知。那同样的呢，就是在讲述到我们前面在讲述分别知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分别知呢，它又分为是分别的在觉知，还有是分别的颠倒知，所以提到说在觉知还有颠倒知二者的一部分。那同样呢，除掉了这属于分别的这一部分之外呢，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属于无分别的在觉知，还有无分别的颠倒知这两种。那所以无分别的在觉知，还有无分别的颠倒知呢，它也是属于成立去入知。